老恰恰呢，上海的很恰差，赶年年呢，阿卡普的从木嘛，哎呀，你没弄把嘛就，上海的很家你都不愁阿样拍个啦，你呀，俺那3年里，木拉县管理者那把老婆被叫呢，你叫吃过吃很大俺，哎呢吃过吃啥就那，要哈吃过提茶呢，你行家要行维护吃都啦俺，到这阿都嘛那提供会，他就嘛吃过吃米那还么啦。我姐姐兄弟呢，我那县管理者马木书从委会把老婆在啥嘛的那吃过提茶有吃当个啦啊，也里面啊，他爱米那阿都让你铺的饺子，前农忙爬到米去里，牙行汤火表你是了呢，看凑凑里，接표시也了，你拉木拉路吃过吃很大呢，吃话啊。大个特别俺呀才别看了我，红皮家来学不看，能去你养好你儿吃过提茶那，说你哪个对？他爱米吃了儿到吃啥那，到陪酒铺啥的嘛儿，那个好啥？怎么找他我拉到去来，喊儿请俺个边，他那会阿虎喊牛那，吃过好难的啊。你弄啊。东巴茶嘞，弄嘛茶那边的。你帮我那个，俺们卡个时候没有老师呢，创作有时候按卡山寨这个唱的嘛的。我怕那什么辣椒的，哎，你拿了红光来那红酱了，你话拿前面呢？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光里镇第2届哈尼族歌手大赛暨初农征收大港摆为抓手，通过全面升级活动内容与目标，力求以文化为纽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相较于第1届，我们这次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新增了非遗展演、哈尼绘画、树皮衣展示等环节，增强了互动性，让游客在港摆买特产时能沉浸式地感受文化的魅力。吃过提高有在，提高那还没在嘞。好在就那好爱嘛不你那还同在他呢，然后的天嘛在你养啊。要么吃儿的那，或者大票头啊那，民行抢儿子有的高抢呢，吃儿要喊门面呢，一的家了我啊。哎呀你没弄妈妈。原来不弄嘛的，俺那个光木在马古树村或者盘熊下家就错的，俺那俺村民那个大票的苦的的，俺那俺你只查还查个查，有这点情况的，俺那边都没有的查这个查的么呢？吃啥？俺那么管理家用练的做练的，都吃开口，俺那有没听到？俺那俺们听俺那，俺那卡好，卡吃吃，嘛比伊嘞，来这打卡一买呢，这里有没有餐的我的？东坡草，不过诶，没路诶，太好白家都，米路阿姆诶，东坡草里嘛。阿姆哎，你那阿姐阿罗呀，你那阿的卡扎，阿吉那阿切呀，拉jo哎，米罗阿姆。
永波上海的行家米得不愁阿样不个个那这样的牛，马草毛贴他脚的，马车毛贴他个的，阿的马卡布怕不追嘛啦。